咁我哋都做過成年半啦，都有成10幾嘅科目，咁其實都係同管理學有關嘅。咁從中咧，咁確實我哋係已學習咗好多新嘅知識啦。咁尤其是呢個課程都係美國大學去舉行嘅，咁佢哋啲教授咧都係美國嚟嘅，咁而且好多咧都有喺佢哋實務上咧都有非常之豐富嘅經驗啦，可能講佢幾十年嘅管理一個美國嘅大企業嘅經驗嘅。咁所以大家知道啦，從商業嘅活動嚟講啦，美國都算係一個非常發達嘅地方。咁佢哋喺呢個地方嘅企業去管理上面得出嘅經驗咧，咁佢都可以帶到俾我哋澳門嘅學生啦。咁有好多嘅睇法啦、觀點咧，其實我哋以前係比較少去聽到或者去睇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寶貴嘅經驗咯。咁此外，咁讀呢個MBA 嘅課程咧，咁我個人認為啦，咁雖然我本身係一個律師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有經營緊自己嘅事務所。咁其實我會認為咧，呢個課程對於做嘅工作同管理有關嘅，或者同管理學有關嘅，又或者對管理學有興趣嘅人士咧，都非常之值得去讀嘅一個課程嚟嘅。咁對於我個人嚟講啦，咁入邊所學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啦，咁其實都能夠去應用到我日常嘅工作上面嘅尤其是我打理自己嘅一個嘅事務所啦。咁對於一啲嘅客人嘅互動啊，其他同事嘅人事上面嘅管理啦，咁其實喺我哋個課程入邊咧，我哋都比較有系統咁樣去學習到有關嘅相關理論啦。咁從而咧，對於我喺一個工作上面去實踐上面去應用翻有關所學習嘅嘢啦，咁我覺得係都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個課程咧都係唔錯。